这是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慰问印南安德拉邦灾民；达赖喇嘛尊者向巴西非政府组织发表有关心智教育的演讲；中共严格限制藏人党员进行宗教活动；司政边巴次人启程访问印度北部的藏人社区；研究报告揭露中共操纵意大利政界宣传其所谓新西藏的言论；立陶宛国会呼吁各界抵制北京冬奥会；外交与新闻部部长祝贺中谷元被任命为日本首相人权问题特别顾问；澳大利亚议员沃伦恩奇祝贺新任命的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举办首届西藏著名历史人物专题研讨会；藏人行政中央举办讲座活动，纪念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日；郎杰曲珠博士被任命为驻北美办事处新任代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日11月21号致函安德拉邦首席部长加根莫汉雷迪先生，对该邦等多个地区的暴雨灾害中的遇难者和受伤人员表达了慰问和哀悼。为了表达声援，达赖喇嘛尊者已经要求名下的信托基金为救灾和救援工作提供捐款。上周，印度南部多个邦遭暴雨袭击，而暴雨引发的洪水淹没了安德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的多个地区。目前已知40多人罹难，多人失踪。此外，因巴西非政府组织帕拉斯雅典娜的邀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11月24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勤宫，透过网络视讯，以新千禧年的心智教育为题发表简短演讲，并回答了观众的提问。达赖喇嘛尊者在演讲中强调，不管是否信仰宗教，都要培养慈悲心。培养慈悲心不是一个宗教的问题，而是与个人的身心健康有关的事情。尊者表示 ，And people sometimes consider warm-heartedness is something religious matter. No, this is totally not. A social animal, their mother really showing affection towards the children, no connection with religious faith. So now we should make distinction. Religious faith and warm-heartedness, two separate things. As I mentioned earlier, those animals, even some scientists say, those animals, social animals, which depend, individual animals' life depend on their group. So automatically, you see a sense of closeness there. These are nature's, or what's the nature product, because we need helping each other. For that, intelligence alone not sufficient. Warm-heartedness, very important. 达赖喇嘛尊者还在演讲中提到了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纳入培养慈悲教育的意义。另外，根据西藏境内传出的可靠消息，中国政府近期对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所有藏人党员下达命令，
禁止所有党员不得在家中从事宗教活动。据消息来源称，不遵守这一命令的藏人党员和干部将面临解雇政府工作和剥夺基本权利，包括剥夺国家福利和补贴的惩罚。而在该命令下达后，迫使该地区的藏人党员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拆除家中佛龛和经堂。据悉，当前境内藏人对这一政策实施的扩大范围而感到恐惧。2021年4月22号，中国政府出台了《西藏自治区共产党员不信仰宗教行为规范》，全面禁止党员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从事任何宗教活动。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任于本周四11月25号离开印北达兰萨拉，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北阿凯德邦的德拉敦地区和西马希尔邦境内的多个藏人定居点，展开为期13天的访问行程。与此同时，一项有关中共机构在意大利的影响和行动方面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政府正通过各种隐秘的渠道对意大利政界进行全方位的渗透，特别是为了宣传其所谓的新西藏是中共努力拉拢意大利议员和政治家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份由捷克智库解析中国和意大利智库全球法治委员会于近日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劫持主流，详细披露了中国政府正在采取多种手段对意大利的议会和地方政府进行政治渗透。报告概述了中共国际联络部、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及中共的宣传、统战和情报系统等机构，以友好活动、文化活动和商贸活动为媒介，利用意大利的议员、政客、官员和意大利智库和媒体向意大利的民主机构进行渗透，试图在政治宣传的口径中把中共的集权统治和全球扩展正常化，把中共的叙述打造成新常识，以此来影响意大利政府的政策。另外，立陶宛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17名议员在上周发表的英文和立陶宛文的联名信中，对中国持续侵犯维吾尔人和藏人的人权，以及对香港和台湾的侵略行为深表关切。立陶宛议员们敦促以立陶宛为首的世界各国人民表明自己的公民立场，不要参加专制政权所导演的表演活动。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壮玛女士于本周一11月22号致函祝贺日本资深议员、前国防部长中谷元先生被任命为首相岸田文雄的人权问题特别顾问。部长诺增壮玛女士在贺函中对中原谷先生在担任日本议员和国防部长期间，为提出中国在西藏、东突厥斯丹、南蒙古和香港的侵犯人权问题而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并呼吁他继续关注西藏境内的人权问题。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联合主席沃伦恩齐于近日致函嘎伦诺增壮玛女士，祝贺她被任命为外交与新闻部的部长。议员沃伦恩齐在贺函中祝贺嘎伦诺增壮玛女士的同时，承诺她领导的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将继续致力于支持西藏人民为恢复自由而进行的非暴力斗争。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于上周六11月20号在达兰萨拉近郊的萨拉高等藏语学院召开首届西藏著名历史人物专题研讨会，数十名流亡藏人社区的知名历史学者和作家以及研究人员等出席了研讨会。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瓦才仁在开幕式上致辞时指出，鉴于西藏境内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的压迫继续威胁着西藏人民的核心身份，研究西藏的历史对藏人来说尤其重要。因此，藏人应该充分了解本民族的历史、
文化、宗教和语言的起源。尽管个别藏人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方法存在差异，但必须正确了解西藏的真实历史。此外，藏人行政中央财政部下属的妇女权益发展处于本周四11月25号举办讲座活动，纪念了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日。司政边巴次仁在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时指出，第16届嘎夏认为，在流亡藏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这种形式的暴力大多发生在闭门造车之后，没有被公开讨论，因此评估基于性别暴力的趋势和状况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司政还提到了塑造我们对他人的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并说考虑和尊重所有性别的平等地位将最终帮助我们消除基于性别的暴力。在当天的讲座活动上，多名发言者就基于性别的暴力问题相续发表了演讲，而财政部下属的妇女权益发展处将参与联合国发起的国际运动，并从11月25号开始开展为期16天的反对性别暴力的活动，直到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当天结束。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根据藏人行政中央嘎夏秘书处于上周五11月19号发布的通告，居住在美国的藏人学者郎杰曲珠博士被任命为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的新任代表。通告指出，自2021年12月1号起，郎杰曲珠博士将正式担任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的代表一职。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